明代批評家胡應麟將登高列為千古七律第一，形容佢如海底珊瑚，稱之為沉深莫測，而精光萬丈，力量萬鈞。通章嘅章法、句法、字法，前無識人，後無來學。呢個判斷有冇說服力？等我哋一齊探討下啦。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蔡老師。前面幾集我哋按先後順序講咗七律第一之爭嘅頭兩首，即係初唐沈傳奇用樂府手法寫成嘅古意，同埋盛唐初期崔顥用歌行體寫成嘅燈黃鶴樓。中間仲講咗李白嘅登金陵鳳凰台，同崔師做咗比較。以我個人嘅睇法，李白呢首詩完全唔能夠同燈黃鶴樓相比。而沈傳奇嘅古意亦都較崔師略遜一籌。今日我哋嚟欣賞七律第一之爭最強勁嘅候選作品杜甫嘅《登高》。喺呢首詩中，我哋將會領略到七律嘅極致之美。登高，杜甫。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明代學者胡應麟對呢首詩有極高嘅評價，用生動鏗鏘嘅語言陳述咗呢首詩點解係七律第一。到風急天高1章56字，佢覺得呢首詩精光萬丈，力量萬鈞，有好強嘅藝術感召力，但係好似海底珊瑚咁深不可測，只能意會唔可以言傳。跟住佢又試圖將呢啲抽象嘅讚美落到實處，將呢首詩嘅萬丈精光、萬鈞力量歸於章法、句法、字法嘅獨創，但係可惜佢嘅分析戛然而止，冇進一步說明呢首詩章法、句法、字法嘅過人之處。總結古人對呢首詩嘅評價，有3點值得我哋留意。一係好多批評家集中喺中間兩聯作評價，認為呢部分最絕妙。仲有啲學者對呢首詩嘅結句十分不滿，好似和世貞評價結亦微弱，王夫之認為結句生僵，都係認為最後一句配唔上整首詩嘅氣度。喺呢首詩收穫嘅批評與讚譽中，有一個隱藏嘅矛盾點。好多批評家認為登高全詩都係對仗，但係一氣貫通到底，好似吳龍祥話8句俱對，一氣節旋；查慎行話8句皆切對，而不相氣，所以稱雄。呢度就有一個明顯嘅矛盾。如果全詩都係對仗嘅話，點樣做到一氣貫通呢？大家都知道，對偶句通常會產生一種滯後作用，進一步退半步，將表達情感嘅速度放慢，令人反覆琢磨，流連忘返。而高雲一氣就要求情感抒發嘅流暢緊湊，噴湧而發。古代批評家清晰感知到呢個矛盾點，但係一直唔能夠俾出合理嘅解釋。我認為呢首詩通首對仗，而又能夠氣勢連貫直下，原因係杜甫對題評句法同埋疊加章法嘅創新妙用。胡應麟稱呢首詩過人之處喺其章法、句法、字法，呢三者中頭2項講得好準，但係最後1項字法唔應該列出其中，因為呢首詩語言粗實，冇任何精心練字嘅痕跡。依家我哋先講呢首詩嘅句法，逐聯分析之後再翻嚟討論章法。王曾平唐詩中嘅頓挫講：夫頓處皆節，錯處皆連，頓多錯少。唐人得意乃在此。頓係一種向前嘅力量，而錯就係一種反作用力，兩種反作用力夾埋一齊，就似拉鋸咁，一前一後，使得詩歌節奏有力。
七言入面4+3嘅韻律同語義節奏，尤其係當佢承載有斷裂感嘅提平句嘅時候，正正係創造頓挫效果嘅最佳途徑。正因如此，登高四聯都用咗4+3提平句式嚟打造強烈嘅頓挫感。首聯風急天高猿嘯哀，主稱沙白鳥飛回係4+3嘅提平句，上4個字就係恢宏嘅大景，下3個字就係小景嘅特寫。除此之外，從字法上嚟睇，風急、天高、主稱、沙白都係一個名詞加一個形容詞，讀嚟每個名詞後有一小頓，而接住嘅形容詞表達詩人感官嘅反應，而唔係描述一個普通嘅自然現象。所以兩句嘅頭4個字，即係所謂上四，視為隱性小提平句亦可。試諗下，如果換成白沙、急風，咁呢聯就失去咗頓挫感。從敘述視角嚟睇，呢一聯上半句係仰視，抬頭望天上，而下半句就係俯視，從天空望落地。呢種視覺相反嘅張力，都構成咗一種頓挫感。頷聯寫秋景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同崔顥嘅詩句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嘅提平句式一樣，但境界就高遠啲。前面4個字無邊落木，不盡長江係景物，而後面就用連綿詞形容景物嘅狀態。蕭蕭下係由上而下嘅動作，滾滾來就係由遠到近嘅動作，整個畫面富有動感。頸聯嘅提平句最耐人尋味。前面兩聯嘅提平句，話題同評語都有邏輯上嘅聯繫。例如，首聯中從主稱沙白到鳥飛回係同一空間中嘅視覺轉換，而頷聯無邊落木蕭蕭下一句中，蕭蕭下係形容無邊落木，係對其狀態嘅一種補充。呢個情況唔同，頸聯兩句嘅上4同下3分別寫景物到詩人嘅際遇，前後兩部分冇必然嘅時空或邏輯上嘅聯繫。譬如話，百年多病係詩人長期嘅身體狀況，同獨登台呢個動作冇乜必然嘅關係；而萬里悲秋係寫詩人當下嘅情感，常作客就係自己過去漂泊嘅一種常態，兩者係冇必然嘅時空關聯。然而，正正因為時間同空間有呢種縫隙，讀者先至可以展開想象，體會佢哋之間嘅情感聯繫。萬里空間上嘅遼闊，緊接住常作客。詩人喺茫茫世界中只能漂泊，有一種何處為家嘅茫然感。下半句百年多病，詩人年老多病，緊接住講獨登台，一個人登高，孤獨感一下子就塑造出嚟。所以話題同評語之間時空對比甚至邏輯斷裂。去到尾聯，提平句法產生咗新變化。第8句好明顯係2+5嘅句式，老到新停濁酒杯，比4+3嘅頓挫感更加明顯，抒情力度進而提高。如果同呢句對讀，第7句苦恨繁霜鬢似乎都可以當做2+5嚟讀。艱難係生活狀態，苦恨繁霜鬢就係寫艱難生活對詩人心身嘅摧殘。當然呢句都可以當4+3解，艱難苦恨係題語，陳述原因，而繁霜鬢係評句，指示結果。呢句甚至可以當作2+2+3嚟解。艱難係詩人嘅生活狀態，苦恨就係詩人嘅心情，繁霜鬢係導向嘅結果。大家睇杜甫呢首詩嘅句法有咁多可能性，真係變化無窮。睇到呢度，大家可以發現杜甫登高通篇使用提平結構，首、頷、頸聯使用4+3式顯性提平句，而首聯入面仲有隱性提平句，同時尾聯又引入2+5式隱性提平句，全詩嘅提平句式可以話係層出不窮，變化多端。依家我哋嚟傾下登高嘅章法。律詩固有嘅章法有2個維度，一係意義上嘅起承轉合，二係形式上非對偶聯與對偶聯嘅輪換。喺呢2個維度上，登高都有唔同凡響嘅創新。喺意義嘅維度上，首聯同尾聯之間冇杜甫律詩中常見嗰種相互呼應、循環往復嘅合，好似春望同登岳陽樓嗰啲詩咁。老到新停濁酒杯同風急天高猿嘯哀好難拉得上乜嘢關係。另外，首聯同頷聯嘅關係，與其話係成，不如話係同等嘅重複。
所謂成通常係指銜亂從首聯時空嘅總寫演進為對個別具象徵意義嘅物象嘅描寫，但登高頭兩聯四句都係相似對等嘅外景描寫，唔同嘅只係視線方向嘅變化。第一句仰視長風烈烈嘅天空，第二句轉向俯視山下青渚、白沙、飛鳥，第三句嘅視線再沿住水平方向延伸至無邊嘅落木，而第四句嘅視線則沿住長江水從遠方返回到眼前。從銜亂到頸亂確實有一個轉，描寫嘅物件從秋景轉至詩人自己嘅生活。有趣嘅係，此轉中又竟然仲有喜嘅作用，因為第六句獨登台補上咗通常由首聯交代寫詩嘅緣由，即從陽節登高觸景而生嘅無限悲情。形式維度上嘅創新更加令人耳目一新。全詩四聯都用對偶，但獨黎卻冇全用偶句詩作嘅感覺。我哋就拎杜甫自己嘅絕句名篇作比較啊！一寒白露上青天，兩隻黃鸝鳴翠柳。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讀呢首詩，我哋冇任何前進嘅感覺，而係駐足於一個定點之上，從上下東西四個方面目眺或想象各種景物。相反，讀登高，我哋完全冇呢種喺定點上流連忘返嘅感覺。咁係點解呢？我覺得仲要通過五言同七言句法嘅對比嚟揾到答案。五言句短，如又要與下句對仗，通常需要兩行先至能構成一個完整嘅意義單位，咁樣必然造成進一步退半步嘅滯後效果。五律四聯八句如果都用對偶，必定係板滯不堪難以卒讀。與此情況相反，四加三七言句使用提平結構，卻能造就大小景物或景物同情感強烈對比，從而構成一個完整嘅意義單位。所以句與句之間唔係進一步退半步嘅遲緩推展，而係可以形成環環相扣、一往直前嘅態勢。七律全用提平式對偶句呢種奇特嘅效果，大概係杜甫首先發現嘅，而且佢一用就達到極致，做到通篇對仗而又一以貫穿、一氣呵成。呢首詩八句中疊加使用嘅提平句，好似先秦唐宋嘅古文中嘅疊加排比句式，創造出律詩中罕見力量萬鈞嘅氣勢。通過句法、章法嘅分析，我哋穿過咗海，到達海底觸摸呢一塊寶貴嘅海底珊瑚，並知道佢嘅珍貴之處。當然，呢個係我個人嘅睇法，都歡迎各位觀眾朋友留言討論。下面我要詳細講講點解呢首詩係我心目中嘅七律第一。第一，相比沈傳奇嘅古意、崔顥嘅登岳陽樓嚟講，杜甫呢首詩係抒發自己切實嘅情感，唔係普遍意義上嘅思鄉相思之情。顯然此詩落腳嘅情感同佢個人仕途命運有關，比其他兩首更加真實動人。其次，從情景相融嘅角度嚟講，登高將個人情感與悲秋完美而不留痕跡地融合喺一齊。秋即係一年中消失嘅季節，詩人雖然話悲秋，但實際上亦係喺度悲遲暮嘅自己。最重要嘅係，七律就係七律，佢唔係樂府，更唔係歌行，所以沈傳奇嘅古意和崔顥嘅登黃鶴樓都唔係七律正體。杜甫登高全詩遵循律詩嘅規則，佢將七律呢個充滿束縛嘅詩體改造成一種極為有效嘅抒情載體。可以話，大詩人杜甫靠一己之力開拓咗七律獨特嘅藝術手法。大家應該已經留意到，杜甫呢首詩入面沉鬱頓挫嘅效果已經去到登峰造極嘅境界。沉鬱頓挫呢個詞其實係杜甫自己發明嘅。佢喺進雕賦表入面講，至於沉鬱頓挫，隨時敏捷，而楊雄、梅高之流，庶可不及也。意思就係話，如果佢能夠得到重用，咁起碼可以比肩楊雄、梅高呢啲人。後來大家就用沉鬱頓挫嚟形容杜甫嘅詩風。呢種風格對後代詩歌影響好大，例如南宋末年嘅陸游、元好問、文天祥等人都對此有所發揮。下一集我哋會去到嶺南大學所在嘅香港屯門市南郊嘅伶丁洋，喺嗰度實地誦讀文天祥嘅《過伶丁洋》，感受佢崇高嘅精神境界，並且睇下佢點樣繼承同發展沉鬱頓挫呢種獨特嘅七律風格。下次喺伶丁洋見啦。登高，杜甫。
鳳甲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艱難苦恨返雙鬢，潦倒新停濁酒杯。